平安。过2个礼拜日，咱就要进入抬杠节第1主日。有真侪人会想讲，是安怎爱阁就圣诞节以外，爱阁有一个抬杠节？抬杠节就爱阁有第1主日、抬杠节第2主日、抬杠节第3主日。牧师伫即个所在提早甲咱预告，互咱先准备。过2个礼拜，咱就要进入抬杠节第1主日。抬杠节1个月中间，就是要甲基督徒讲起，爱准备备办心，要来迎接圣诞节。圣诞节嘛爱准备呢，爱用1个月时间，所以就要伫抬杠节第1主日。但是呢，咱阁提早2礼拜，过2礼拜咱才有进入抬杠节第1主日。是安怎爱做即种的准备？我相信准备是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大家人拢有即种经验。你有准备3款的经验无？有人捌准备要换新的公司，有人准备要去做兵，有人捌准备心要读新的大学，第一摆要读大学，有人准备要入新村，有人准备要结婚，有人准备真侪项物件。准备这是一种行动，准备是一个准备备办你的装备。总是毋通袂记你一项事。准备除了你有行动甲装备以外，你也将未来迄个结果嘛已经放伫你的即摆心情内底。你迄个准备才当达到迄个有期的效果，你的心情才会好。一个要做兵的人，伊敢若是讲，我做兵，到时我着爱换军装，我着爱剃头毛，剃互短短短。毋过伊无准备迄个过来未来迄个结果的情形，放伫伊的心情内底的时阵，伊去做兵是真痛苦，袂当适应。所以准备毋是干那备办你需要的、你装备以外，你也将过来迄个未来迄个结果嘛带入入即个心情内底，你才知讲，当到伫迄个时阵，我爱做啥物，我爱安怎备办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要领受真侪咱备办。当上帝的百姓，咱已经准备好要领受上帝福分的时阵，上帝极其大的福分。就会临到咱。若无准备的时阵，上帝福分袂临到咱。你看咱的圣经内面常常安尼甲咱做提醒。上帝一直甲咱讲起一个功课，就是你有较无上帝福分要伫咱的心上，然后咱的心要诚做一个敢若亲像打扫的田共款。你有较无上帝迄个福分，亲像雨水安尼倒来，你有偌较无，咱就要领受上帝偌济。上帝袂互咱超过咱已经准备好的。咱准备3大卡、3大盆仔的物件，要得受上帝福分。上帝袂超过这3大卡、3大盆仔的物件。上帝要照咱的信心偌济，来互咱诚济偌济的领受。所以有真侪人咧讲教会复兴是啥物程度？教会复兴咱是爱先领受讲，上帝要互咱偌济，咱就准备到偌济的时阵，迄是一个时机。迄个时阵，咱要带来教会复兴。啊，无咱无准备。要迎接即个复兴的时阵，咱的复兴袂临到伫咱的教会，袂临到伫咱的中间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要紧。伫咱的团契嘛是安尼，咱有个团契已经做调整、做准备的时阵，要迎接上帝更较大加倍的祝福伫咱的中间，咱就看见迄个团契要领受上帝稳定祝福。即2、3天的中间，咱看见咱的团契有人安尼做即个备办，迄个团契做即个备办，上帝加倍伫伊的心情。今朝伊咱要通过即段旧约的圣经。这段圣经有个人感觉真清楚，总是伫这段圣经的中间要甲咱讲起3个王，即内底讲起，今仔日讲3个王，甲一个摩押王，悲观的故事。咱要伫遮伫抬杠节的进前，搁较提早通过这段圣经来受，咱要安怎准备领受上帝的祝福？这段圣经要甲咱提醒有真侪关键的物件。第一，咱三个来思考就是，做上帝百姓迄种合一性。上帝百姓的合一性。啊，根据侨教派有一个全国教士的统计，就是咧统计全台湾每一个县市基督徒信主的比例。咱彰化县市是全国每一个县市信主的比例上低的一个县市，1%几的基督徒。台北市已经即摆情况啦，1%大。啊，想讲是咱彰化地区，即个信主的比例是伫全国的县市中间上低。
你原因，咱彰化县市这是一个拜五上极其强的一个环境。你想，咱彰化有啥物款的拜五上的这种气氛，真强的。北看山大佛，迄是无顶当的。总是你看大甲嘛，咧进香中间经过这个所在，迄是一个真大的细节。见摆咱若每一日经过迄个阶段的时阵，迄几工的日子的中间，你就会当看见。歹嘛的气氛是非常强，逐摆看因暗时啊半暝对咱这教会边仔过的时阵，啊，规人门几啊看，规千人，几落千人，根本就无看迄路，拢干那看人头呢，甲跑啊！然后因仔经过南寮宫，伫咱彰化这个所在拜五上的环境强到这个程度，咱想想讲，如果教会基督徒内面当合一个心的时阵。咱要安伫即个福音的顶土顶面，来掘松即个土地，互福音的种子会当伫迄个所在落去了，会当布益。而咱福音的种子伫咱彰化即个所在，种子落去拢头打死的，因为土拢足定的，福音的土，大家心灵的土拢定确确，又叫魔鬼撒旦掰掉、拔掉落。因为咱教会主题是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明年咱教会2011年，咱的教会主题嘛是共款，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咱甲总会共款，一个主题要用2档，无同心，无合意，三甲有问题主的时阵，咱要看见咱伫彰化地区的宣教是非常困难。教会常常袂当合意，但是吼，一项代志，你会看见讲，魔鬼甲撒旦伊常常是合意的。你较少听着讲魔鬼撒旦因会分离的代志。五常撒旦的势力常常是合意，所以因才会当伫即个社会、即个咱所徛起的即个土地，甚至伫教会中间来做摇灯台、兴风作影的即个工作。所以咱今仔日所看的即个圣经，在咧讲起讲有3个王，一个是以色列王，一个是犹大王，一个是以东的王。即3个王，因为着一个共同的对敌，就是摩押王，因3个国家团合起来。咱伫看《列王记下传》的第3章的第9节咧，甲咱讲起，即件代志，互伊会当同心合作伙。首先，咱要参加伫即个所在时，合意是袂记咱的意见无共款，这是非常要紧。合意是大声袂记咱有无共款的意见，爱坚固上帝气力。咱头拄仔所读的即个圣经在67节的中间，甲咱讲起一件事。主耶稣降生之前，主前975年的时阵，伫所罗门都统治的即个以色列即个大王国的中间，真可惜，即个王国伊带领下面才分做2个国家，叫做北以色列国、南犹大国。即2个国家分做犹大甲以色列国了后，即2个国家常常就征战、冤家相杀，总是。伫即个时期的中间，咱就看见讲，即南犹大北以色列国常常征战相杀的过程中间，因为摩押王的背叛了，因就开始三甲想讲，咱是毋是咱即2国有合一的机会？做阵同心合作伫主的面前，搁要紧，而且搁招以东王，即3个王做阵伫迄个所在，袂记你过去有啥物无共款的意见，有啥物战争，拢放伫边啊。因为即个摩押王要伫迄个所在反叛的时阵，如果先反叛以色列王的时阵，过来就是安会当攻击犹大王，过来会当攻击以东，然后即3个国家就伫迄个所在瓦解，所以就开始找讲要安怎来合一。咱就看见讲，即个时代教会要福音，合一是咱的责任。合一伫教会中间，伫咱基督徒的顶面，咱看见迄是咱的责任。咱才有法度去得到还未信主遐个灵魂来伫上帝面前。教会中间，咱看见讲，所有的遮个大细纷争，拢是一种危险，互迄个合一的心啊分散去。第2项，咱伫即个事件的顶面，伫旧约这段中间，互咱看见一个合一是要累积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合一是要累积一个共同的目的。即3个王因中间无啥物利益的冲突，无。看咱即个圣经的顶面，以色列王、犹大王甲以东王。总是因看见一个，就是讲，遮个背叛的势力将来要正做因上介大的对敌甲威胁的时阵，因累积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大家三个参详。所以伫咱的圣经的中间，咱今仔日所看的即个圣经内底，
对第1节到第5节的中间咧讲起讲，犹大王约沙法18年，亚哈的囝耶夫人伫撒玛利亚坐位做王12冬。伊行耶和华所看做歹事，总是无亲像伊的老爸、伊的老母所做，因为伊的老爸所创巴力的条，伊有毒气，总是以去条尼巴的囝耶路破案，以色列犯罪、去好罪，拢无离开。摩押王米刷饲侪羊，年年用10万只羊伫我的门，10万只羊港的门进贡以色列王。亚死了，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。这个3章的交情，第1节到第5节咧交代一个背景。这个摩押王因为亚哈王过身了，就开始反叛。所以以色列王、新的王就开始甲犹大做阵参详，咱是不是要会当做阵来去攻击这个摩押王？然后对方的王讲：不要紧，我的百姓甲你的百姓共款，我的马甲你的马共款，咱做阵来去。然后一个王讲：咱就对照一方向来去，好，咱就对以东的